大家好，我係最終肯唔黑 sell 嘅阿 Ken，咁啊而家係朝頭早嘅4.9個字啊，咁啊咁早搞咩東東呢？我哋轉翻個鏡頭過嚟先。好啦，鏡頭咧就轉翻過嚟啦。咁啊，因為而家仲太早啊，咁所以個鏡頭會有啲黑啊，咁啊大家見諒下。咁啊，大家都知道，唔係大家都知道，係熟知我嘅街坊同埋客人都知道呢。我份人就比較早醒嘅。咁我早醒嘅話，無非就係出去飲茶啦，跑步。我呢幾日呢，可能要去拍片嘅，咁啊可能早起呢就寫下稿，或者呢就打下機嘅。咁啊今日呢，同大家嚟揭秘下啦，我嘅另外一種早起嘅生活模式。就係咧，我一個月總會有那麼幾次啦，就係去馬鞍島咧飲咖啡睇日出嘅。咁啊，而家係朝頭早嘅4.9個字啦。咁啊，我而家咧就幫部車啦充緊電嘅。咁我充完電之後咧，啱好過到去就5點零鐘，啱好睇日出。咁啊，亦都係帶大家嚟感受下呢個馬鞍島啦，5點零鐘睇日出嘅感覺，飲埋杯咖啡嘅感覺。咁啊，跟住今日呢條片嘅另外一個主題咧，就係想同大家嚟講下馬鞍島啦，咁啊亦都想咧用一個相對輕鬆嘅氛圍去介紹馬鞍島現時嘅一個狀況嘅，因為我睇咧 YouTube 咧有好多KOL 都有拍攝或者係都有介紹馬鞍島嘅現狀嘅，但係相對嚟講咧，佢哋嗰種介紹嘅嗰種模式啦，或者佢哋嗰種拍攝嘅手段咧，就會俾人感覺啦，好似世界末日咁嘅感覺啊！末日經濟學啊，咁啊，所以話我今日咧想用一個自己熟悉嘅生活模式，同埋相對輕鬆嘅環境去介紹下馬鞍島嘅現狀。當然啦，馬鞍島咧係投資墳場，就個個都知噶啦。只不過咧，我就想用呢一種睇日出飲咖啡嘅呢一種模式咧，同大家用一個相對輕鬆啲嘅語氣去，即係當傾偈咁樣啦，去傾下馬鞍島嘅。好，咁我而家咧就充緊電，咁啊充完電之後咧，我哋就上島啊，咁啊跟住我哋咧點完杯咖啡之後再見面啦。好啦，而家咧啱啱拍完車，咁啊5點半鐘到嘅時間，咁啊個天咧就準備光啦。不過光之餘咧，就有少少毛毛雨，啊天公都唔算作美噶啦。咁啊大家都可以見到啦，後邊呢度咧成大紮嘅車龍啊，因為而家係國內嘅五一假期啦。今日係2026年嘅5月2號，咁條片咧就大機率係5月3號就會出噶啦，聽日就會出噶啦。咁啊，因為咧呢一個五一假期嘅原因啦，咁所以話如果大家要節假日過嚟嘅話咧，咁就最好係4點鐘就好過嚟啦。如果唔係話咧，你揾位就揾得好辛苦。咁啊，我剛才都揾咗有3個字15分鐘到個位啦，咁啊先揾到嘅。咁然後咧，大家過嚟嘅話咧，你可以導航呢一個灣區科技未來城，咁啊就可以見到呢一個地庫噶啦。咁而家啲車龍嘅話咧，都喺度排緊隊入地庫嘅。咁啊，如果你可以早啲嚟嘅話咧，或者你肯停地面嘅話咧，就可以停前邊嘅地面。不過我剛才過嚟咧，地面都已經停滿晒噶啦。包括地庫都係嘅，所以話節假日過嚟咁啊4點鐘就好過嚟啦。非節假日嘅話咧，5點零鐘過嚟都冇乜所謂嘅。咁啊或者咧，你除咗導航灣區科技未來城之外咧，咁啊你都可以直接到嗰間coffee shop 嘅名。咁我去開嗰間咧就一間叫做雲聚嘅 coffee shop，咁啊就喺前邊嘅啫。嗱呢度咧就係嗰個橋墩啊嘛，深中通道深中大橋嘅橋墩啊嘛，咁啊嗰間嘢嘅話咧就喺前邊嘅，咁所以話咧你導航去 coffee shop 嘅話咧都可以見到呢個地庫噶啦。OK，咁我而家咧就行入去，咁啊帶大家咧睇下有冇機會見到日出啦，因為今日嘅天氣真係麻麻地。好，陣間見。咁我而家咧就坐低啦，咁啊其實我坐咗有一段時間嘅，5點10個字到開始坐，咁啊5點10個字嗰陣時咧，個太陽都嘗試緊啦，谷自己出嚟嘅。咁啊遠處呢度咧，咁啊都會有一抹紅光，跟住咧谷咗10分鐘之後咧，個太陽咧谷唔出嚟啦，咁就冇辦法啦。咁啊而家喺鏡頭入邊都可以見到啦，咁啊好多街坊咧都已經陸續離場啦，咁因為咧專登過嚟睇日出嘅。咁啊個太陽咧就谷唔到自己出嚟，咁啊都好。咁我本身諗住嘅話咧，過嚟拍呢個馬鞍島嘅現狀，咁啊
免不了就會話踩下馬鞍島嘅。咁啊咁多人咧睇住我踩都唔係幾好。咁我諗住咧都冇辦法暢所欲言噶啦。咁啊而家咧就走緊啲街坊，咁啊就可以咧大聲啲講而家馬鞍島嘅現狀係點噶啦。OK 嗱，咁我而家咧就啱啱啦點咗杯咖啡嘅。咁我平日嘅話，咁因為今日拍片啦，咁所以話就揾個可以坐嘅地方啊，舒服啲嘅地方，同大家嚟拍攝今期嘅影片啦嚇。咁我平日嘅話咧，就會喺前邊啦，嗰啲草坪嘅位置咧，自己車尾箱嗰度啦，有備咗張露營凳嘅。咁喺屋企咧，自己沖杯咖啡出嚟，咁啊擔張凳，咁啊就喺前邊咧坐住飲咖啡睇日出噶啦。咁啊，不過咧今日拍片就冇辦法，咁我而家咧就鏡頭轉翻過嚟啦，同大家嚟講講件事馬鞍島嘅現狀先。鏡頭轉翻過嚟咧，咁我哋就要講下馬鞍島啦。咁啊提到馬鞍島咧，真係賣樓咧係避唔開嘅點啊！即係你無論你點提佢咧，肯定唔會提到馬鞍島嘅樓嘅。我哋講緊咧馬鞍島嘅樓價最瘋癲嗰段時間咧，就係2019年去到口罩時期嘅2020年初。嗰段時間咧，馬鞍島嘅樓價基本上均價係去到27,000至到32,000到一平方嘅。咁啊，32,000到一平方係咩概念呢？當其時嘅中山東區啊，中山嘅主城區啊，都係賣緊3萬蚊一平方。咁所以話一個新發展嘅區域，周邊都係吉地，乜配套都冇，賣到32,000蚊。或者就算你暗平都好，27,000-8,000蚊嘅樓價咧，係十分之瘋癲，十分之瘋狂嘅。當其時馬鞍島嘅樓打緊嘅概念就係深中通道嘅第一落橋點，馬鞍島亦都係深圳過嚟中山嘅首個登陸點嚟嘅。咁啊，馬鞍島咧係承接住啦深圳嘅產業轉移啦、人口遷徙啦、經濟轉移嘅第一站嚟嘅。咁所以話當其時嘅馬鞍島咧，係一個非常之前途無量嘅前景嘅，有一個大餅喺度嘅。咁所以話當其時馬鞍島嘅樓咧，主要嘅消費群體就係深圳要將產業轉移過嚟嘅產業企業嘅老細，企業嘅高管，深圳嘅白領，深圳手頭鬆啲嘅投資客，或者係中山本地手頭鬆啲嘅投資客。咁啊，或者咧係一啲華僑嘅客人啦，香港嘅客人嘅。咁啊，至於咧馬鞍島嘅原始嘅原住民啦，或者係馬鞍島落去嘅南朗鎮嘅原住民咧，係唔買馬鞍島嘅樓嘅。OK，咁即係主要嘅消費群體都係深圳人比較多啦。OK，其次係香港人啦。咁所以話當其時咧，馬鞍島5個屋苑入邊有4個屋苑咧，都係深圳開嘅盤，因為馬鞍島嘅發展商都十分之清楚佢哋嘅業主主要嘅群體係喺邊度嘅，所以咧直頭喺深圳開盤嘅。因為我哋講緊正常嘅屋苑開盤咧，即係例如話我首期加推咩300伙400伙咁樣咧，正常係喺自己嘅售樓處開個盤噶嘛，佢哋咧直情去到深圳開個盤。當其時咧好瘋癲，開盤當日或者係第二日，基本上咧首期加推嘅嗰啲單位咧，基本上都清空晒啦。嗰陣時係要搶樓嘅，去到深圳嘅可能嗰個發展商嘅展廳咧，排隊擔凳仔去搶樓嘅，仲要係留嘢去提前霸位先可以去搶到樓嘅。當其時我都親身經歷過，我都知道十分之瘋狂。但係咧，我當其時咧面對每一個客人，我都係咁講嘅。我話你手頭上有錢，有200萬到嘅 budget，你可以考慮下買中山主城區。因為買中山主城區咧，雖然而家主城區都叫做係降咗價，但係你個泡沫咧冇馬鞍島咁大嘅，因為你當其時你都要買樓噶啦，係嘛？你即係我無論你點講都好，你都要買樓噶啦。咁我都建議你話，你不如你買翻主城區啦。咁啊，起碼話你住落去舒服啲。你日常啦，去買包廁紙啦，去買個牙刷，買個牙膏，買樽沐浴露咧，起碼你有2隻腳行路咧都可以去到噶啦。但係咧馬鞍島咧，你下下都要揸車。我哋講緊啦，揸車嘅嗰個公里數咧，至少要2公里起步嘅，即係你起碼住得舒服啲啊。OK。咁啊，而且咧，當其時咧，你話翻你有深中通道，
你真係落到去中山市區有咁唔方便咩？又唔至於啊！我自己都係住東區嘅，我過嚟都唔知話好唔方便。即係如果你係深圳人嚟講啊，OK，好啦，我哋講翻啦。當其時馬鞍島嘅樓咧打緊嘅概念啦，就係呢一啲啦嚇。咁我哋講緊咧，其實都已經講到爛㗎啦，半個鐘喺深圳就可以過嚟中山馬鞍島啊。咁啊，跟住嘅話咧，可以方便啦你日常嘅翻工。咁啊，深圳嘅樓價咧平，即係主城區啊，平嘅都要6、7萬蚊起嘅打上嘅樓價㗎啦。咁我哋講緊深圳唔係中山馬鞍島咧，就3萬蚊嘅樓價嘅，即係平咗一半。咁啊，再加上咧呢個半個鐘嘅車程啊，咁啊就可以啦，令到你安居樂業咁樣嘅啊，因為咧你平咗一半啊嘛，唔係平咗一倍啊嘛，好多當其時嘅深圳街坊、香港街坊咧就俾呢個概念咧吸引咗啦。咁啊，確實係嘅，因為我哋講緊咧，你喺深圳主城區塞下車都要半個鐘打上噶啦。咁我行馬鞍島過去深圳翻工都係半個鐘啫嘛。何樂而不為咧？而且揸車又舒服啲，又唔使塞車咁樣。但係佢哋咧真係冇諗到嘅一點就係，當其時雖然話深中通道嘅高速費嘅過路費嘅具體費用未公佈出嚟啦，咁啊後續咧就公佈出嚟啦，要我記得係63蚊定係66蚊一程嘅。但係你就算唔使60零蚊，你都要30零蚊、40零蚊啦。但係大家冇諗到嘅就係，單程30零蚊、40零蚊，我來回就要成70-80蚊嘅過路費。對於一個普通嘅深圳打工仔嚟講，80蚊一日嘅交通費未計油費啊，係有幾大嘅負擔呢？我唔計你油費先，我80蚊一日嘅過路費乘於30日就要2400蚊嘅過路費啦，加埋油費，一個月你齋係交通費用都要成差唔多4000蚊嘅呢一個交通支出。我講真，你喺深圳你搭地鐵去翻工，你需唔需要用到4000蚊啊？4000蚊嘅話，你直接去供深圳樓唔好咩？你到時候有幾多人真係會行深中通道去翻工啊？嗱，而家2026年啦，大家肉眼可見啦，真係冇幾多人嘅，係人都知道呢個交通成本高。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要呢個交通成本低咧，你唯一就係咧睇下你公司有冇同樣嘅同事。同樣都有咁嘅錢面對呢一個3萬蚊樓價嘅馬鞍島，同你一樣可以買到馬鞍島嘅樓嘅。咁啊，大家每日嘅話咧就夾好計啊！大家每日咧8點鐘出發，咁啊就坐我部車一齊過去深圳翻工。咁啊，大家 cam 翻 A 翻嘅過路費，咁呢條數咧就有數為啦。但係咧你一車咧，你仲有車滿人喎，車夠4個人喎。即係你80蚊除以4咧，都叫做話一人分攤落嚟咧20蚊嘅過路費。咁你一日來回咧，基本嘅交通咧係40蚊嘅啫。咁樣仲好啲。但係咧，你要搵一間公司有4個同事都有啲難嘅，我覺得。所以話呢個係好基本嘅生活前提條件嚟嘅。其次就係有好多 agent 咧就話路通財通，咁當然樓價升值嘅有一部分嘅原因係路通財通嘅，但係呢個並不是主要原因嚟嘅。我哋而家睇翻啦，全世界全球每一個地方，你樓市上漲，除咗樓市泡沫之外，最基層嘅原因就係你呢個區域嘅人口配置配套嘅配置，你呢個區域嘅經濟總量你每年可以誕生到嘅財政收入。呢啲係你樓價最基本嘅樓市上漲嘅前提嘅條件嚟嘅，同埋咧就係呢一個保值率嘅前提條件就係呢幾點嘅。你樓市泡沫咧只係一時嘅，咁大家見到啦，而家2026年啦，馬鞍島嘅樓咧新樓我哋講緊啦，而家均價咧係11000至到13000，咁二手樓嘅話咧基本上係8-9千蚊到1平方，帶埋裝修，而且冇人住過嘅。點解二手樓咁平呢？因為我哋前文有提到啦，馬鞍島嘅樓咧，主要嘅業主群體係深圳嘅投資客、香港嘅投資客、華僑客居多嘅。疫情過後咧，中國內地嘅經濟咧就下行啦。好多咧原本嘅企業老細咧，因為間公司要錢啊，缺錢啊，咁所以話佢哋急需將馬鞍島嘅樓咧去套現啦，回翻個資金流。所以你點解見到咧？二手樓可以平過一手樓咁多嘅原因就係咁樣啦，急住回錢。
咁所以話亦都係好無奈嘅。咁我哋而家去到2026年啦，基本上對比翻當其時26,000蚊至到3萬蚊嘅樓價咧，基本上好多投資客人嘅資產咧係蒸發咗至少50%噶啦。有啲咧，譬如話二手樓咧，蒸發咗6-7成噶啦。其實係幾慘嘅。咁當然啦，鏡頭前你可能冇買馬鞍島樓嘅人咧，可能就揞埋個嘴偷笑啦。但係咧，我有個唔同嘅見解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上馬鞍島好啊，你上馬鞍島後續仲有人上到嘅，我覺得樓價嘅平穩你接馬鞍島樓嘅泡沫咧係十分之重要嘅。因為咧，我哋講緊啦，我哋中國人啦，自古以嚟嘅思維係咩啊？安居樂業啊嘛，安居係排喺前邊嘅。咁我哋去到現代社會，安居就係買樓。咁你要諗下啦，我作為一個喺呢度打工嘅打工仔而家咧馬鞍島咧，基本上島上咧有好多，確實係呢一個係兌現咗嘅，就係有好多深圳嘅企業、深圳嘅廠咧，確實係轉移到嚟馬鞍島嘅島上嘅。包括而家大家過嚟島上啦，去揸車咧，見到好多工廠，見到好多產業園見到好多高新科技嘅園區呢邊咧就承載住咧好多打工仔嘅夢想嘅。OK，咁我哋講緊啦，馬鞍島而家喺島上咧打工嘅打工仔，基層嘅職員、基層嘅員工，月薪咧大致上係6000蚊以上嘅。咁大家要諗啦，我哋要安居樂業，6000蚊嘅薪金點面對住3萬蚊一平方嘅樓價咧？所以話當佢嘅泡沫擠到去11000至到1萬新嘅新樓嘅樓價，8-9千蚊嘅二手樓嘅樓價，我覺得對於基層嘅打工仔嚟講咧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佢哋每個月嘅糧咧係可以支撐得到，係可以供得起馬鞍島嘅樓嘅。咁如果呢一班打工仔佢買得起馬鞍島嘅樓，咁佢哋就會諗啦，我長期喺度長期喺呢間公司做嘢，我可以喺度諗咧，喺度結婚生仔，安居樂業啦。所以話你樓價嘅下跌，你可以留得住呢一班人。我哋講緊啦，正常嘅人咧，如果但凡你嘅樓價啦，其實你超過2萬蚊一平方咧，對於好多基層嘅人嚟講咧，其實係都幾吃力嘅。你諗下啦，如果我兩公婆都係6000蚊嘅呢一個工資，一個月咧就係家庭收入12000蚊，12000蚊如果你去供一層2萬蚊以上嘅樓嘅話咧，其實你基本上一個月供埋樓，但係咧你仲要係首期要俾多啲喎，你最好老豆老母咧幫你出多啲。如果唔係嘅話咧，你供完層樓咧，基本上你嗰個12000蚊嘅家庭收入咧就冇啦。咁如果你屋企人咧肯幫你啦，出多啲首期嘅。咁你12000蚊咧，你供完樓之後咧，可能仲可以剩翻個3-4千蚊。咁所以話其實正常咧，但凡超過2萬蚊嘅樓價咧，對於基層嘅打工仔嚟講，其實好吃力嘅。但係如果而家可以降到呢一個水平嘅話咧，你每個月供完樓咁你手頭上咧家庭你可能咧都可以剩翻個7-8千蚊。咁如果你未結婚生仔嘅，咁你一個人咧可能都可以剩翻3-4千蚊。咁你3-4千蚊喺中國內地咧，一個人嚟使嘅話，其實咧都係叫做係使得比較疏噶啦，使得話都算係冇咁緊噶啦。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事嚟嘅，你起碼你留得住島上而家打工嘅呢批人先。咁你留得住呢批人之後嘅話咧，咁你而家個個都喺度搶啊嘛，馬鞍島嘅呢個配套唔得啊嘛。咁我哋講緊你嘅生活配套、你嘅民生配套、你嘅公建配套嘅前提條件就係要有人。政府唔係傻嘅，會話你呢個地方咧乜人都冇嘅，全部都係吉地嘅，會憑空幫你起個巴士站出嚟嘅。咁你留得住一班人，咁你唔係有人咯？有人咪可以諗下啲民生配套幫你整多啲巴士站幫你整多啲民生配套例如話係幫你招商引資多啲商場啦，幫你整啲圖書館啦咁樣嘅。即使我哋講緊呢一班現時喺島上打緊工嘅打工仔，佢辭咗職都好，辭咗工都好，起碼即係佢嘅前提條件就係佢已經喺馬鞍島有能力買咗樓啦。咁我哋講緊咧，有樓有屋企就有根，咁呢個根喺度嘅，老婆仔女又喺度嘅，咁佢哋就會諗要唔要喺島上咧轉份其他工啦。咁你可能咧手上有少少錢嘅小市民，
咁就會諗下啊，要唔要做啲小生意啦？例如話我早餐開間腸粉檔啦，喺樓下開間士多啦，咁樣即係呢啲嘢係一環扣一環嘅。咁我安咗居啦，咁未辭工嘅嗰一班，每年固定為馬鞍島提供固定嘅呢一啲財政收入。咁辭咗工嘅嗰一啲咧，起碼可以為島上嘅業主啦帶嚟少少配套，即係呢個咧係一環扣一環嘅。咁見到咧，即係政府見到咧，島上嘅人越嚟越多啦，咁佢亦都會啦抌錢落去咧，去做翻多一啲啦民生配套嘅。好，我哋講翻啦，馬鞍島咧而家大致上咧分為3個區域嘅。官方性嘅口吻咧就係北部片區、中部片區、南部片區嘅。咁我自己咧比較易記啲嘅叫法咧就係叫做上中下區。北咧就係上，南就係下咁樣嘅。咁現時北部嚟講咧就係樓盤比較多啦，北部嘅樓盤咧就基本上樓下都有士多嘅，即係唔至於話好多 KOL 喺 YouTube 上面講嘅。我買包廁紙啊，即係我現時2026年我買包廁紙都要揸車2-3公里、3-4公里先可以買到咁樣，甚至乎有啲 KOL 誇張啲嘅話，我要過條橋去到深圳先買到廁紙咁樣嘅，又唔係嘅。我哋而家講緊咧，其實北部嗰邊啦，有好多嘅住宅屋苑樓下啦，其實都已經係有咗士多噶啦，即係起碼咧，你落樓買包煙都叫做係買得到嘅。咁中部片區嗰一邊咧，就係廠房比較多嘅。咁當然啦，我哋而家講緊啦，中國咧已經係冇乜重污染嘅廠噶啦，所以話包括咧馬鞍島嘅島上咧，而家中部片區嘅嗰一啲咧，都係啲生產廠比較多嘅，高新企業比較多嘅。基本上係冇乜污染嘅廠嚟嘅，大家可以放心，唔係重污染嘅。下邊嗰一部分即係南部片區啦，就係我哋而家咧睇日出嘅呢個地方。咁咧就係吉地比較多嘅一個待發展嘅區域嚟嘅。生態環境比較好確實咧係 OK 嘅，即係起碼你入到嚟咧，雖然吉地比較多，不過起碼咧綠植咧係可以接受得到嘅。其次就係馬鞍島現時嘅樓仲啱啲咩人買呢？其實我覺得係就得特定嘅嗰2部分人嘅啫。第一部分就係前邊有提到嘅，你正在或者係正在準備過嚟馬鞍島島上嘅企業就職打工嘅嗰一班打工仔，你可以選擇買馬鞍島嘅樓，即係你有長期打算要喺度揾錢嘅。你要喺度揾錢咧，你必須要安居，你必須要有個根喺度。咁所以話咧，啱呢批人買。第二個部分，即係大家咧想買個 second house， 即係你對於呢一個度假屋咧，同我一樣有同樣嘅理念嘅。即係我自己個人咧，我包括其實之前拍攝嘅好多影片都有提到噶啦。我對於度假屋嘅理念就係，我希望可以去到一個冇咁多人，建築物冇咁密集，相對嚟講清幽啲、荒無人煙嘅地方，作為我嘅度假屋選擇嘅人，咁你可以考慮下買馬鞍島嘅樓因為咧，我唔知大家有冇同我一樣啦，對於度假屋嘅概念咧係一樣嘅。即係我哋講緊啦，我哋呢一班人咧，平時都係過緊啦都市人生生活嘅，平時都係匆匆忙忙、忙忙碌碌，生活節奏快。你出到屋企門口咧，見到嘅唔係車就係人噶啦，唔係車就係人咧，就聽到嗰啲汽車嘅喇叭聲噶啦，非常之煩呢種環境嘅。咁馬鞍島確實都係你度假屋嘅其中一個選擇嚟嘅，因為我哋講緊啦，荒無人煙，夠晒清幽。平時冇人打攪你如果你有個短期嘅假期，你可以登島翻到嚟自己屋企，感受下呢一種清靜嘅環境。但係呢一種僅限於短期度假嘅客人，即係你間唔中有2-3日假期嘅客人。如果你係打算喺內地北上置業，係長期退休嘅客人咧，我諗你真係唔係太啱呢一個地方，因為我哋講緊現時嘅馬鞍島，即係叫做啦冇乜配套嘅一個地方嚟嘅。咁我哋長期退休，你就要諗好多嘢，例如話樓下有冇士多，附近1-2公里嘅範圍內有冇商場俾你平時去買下嘢嘅，有冇街市俾你去買下餸嘅，有冇醫院喺你幾廿歲，即係60-70歲以後仲有個醫院，最好有個3甲醫院啦，俾你就醫嘅。咁所以好似馬鞍島呢一啲咧，
又冇大型醫院啦，又冇大型商場啦，樓下得間士多嘅呢一啲咧，就真係唔係好啱嗰啲有諗住長期不想退休嘅客人啦，只啱短期退休嘅客人。咁我哋講緊啦，而家馬鞍島嘅樓價已經降到去一字頭噶啦。如果你話中山、珠海呢兩個城市嚟計嘅話咧，馬鞍島就係有一個相對清幽嘅環境。如果你以海景樓嘅標準嚟計嘅話咧，馬鞍島嘅樓暫時嚟講係中山、珠海你可以揀到嘅海景樓入邊咧最平可以上車嘅地方嚟嘅，即係海景樓嘅最低門檻嚟噶啦。呢一個島嶼上邊，我講嘅咧係海景啊，唔係江景啊，因為有好多街坊咧江同埋海咧係分唔清嘅。呢度咧僅限於海景樓啊。呢邊島上嘅海景樓係中山、珠海最平嘅，咁所以話你有個短期嘅假期，香港覺得海景樓嘅負擔又比較重嘅，但係我又希望我推出去行出去個露台可以見到海嘅，馬鞍島真係幾唔錯嘅。好啦，呢度就係講緊啦，適合咩人去買？如果你係投資客嘅話咧，我講句真心話，你諗都唔好諗你包括係投資客，唔單止話唔啱買馬鞍島上邊嘅物業，成個中山包括珠海你都唔啱去買啊！呢一個地方你啱唔啱投資，你係要睇你呢個地方嘅人口配置、配套配置公建配套嘅配置、財政嘅收入。咁你中山又好，珠海又好，佢哋嘅共同特點係咩啊？人口少，中山400幾萬，珠海200幾萬，人口已經唔啱啦。配置上邊呢兩個城市又冇地鐵嘅，商場又唔夠密集嘅，政府咧成日都發開口夢嘅，咁點會啱你投資呢？即係你成個廣東21個城市入邊排名前4嘅嗰4個城市，廣州、深圳、佛山、東莞，你都唔投資，點解要投資中山同埋珠海呢？中山、珠海呢兩個城市咧係唔啱大家投資嘅，因為佢哋嘅財政收入實在係太低啦。你諗下，成個廣東入邊，中山、珠海呢啲啱啱好，掹掹咁逼入前10，點會可能啱你投資呢？大家如果你係真係要不想買樓投資嘅，我覺得只有GDP 排名前4嘅嗰4個城市係啱你投資嘅啫。廣州、深圳、東莞、佛山，第一要人口有人口，第二有人口之餘，因為佢人口多嘛，每年嘅財政收入非常之強勁。第三最重要嘅有地鐵啊嘛，鏡頭前會有啲觀眾會彈我啦，就話中山唔係而家起緊地鐵咩？唔係有啲咩興中站咩香山站旗江新城站咩？我上一條影片已經有講過噶啦，關於中山地鐵嘅詳細介紹。大家咧如果想了解詳細啲嘅，可以了解翻啦我上一期嘅嗰一條影片。中山而家起緊嘅呢一個根本就唔係地鐵嚟嘅，因為中山嘅人口配置，佢嘅經濟總量根本達唔到起地鐵嘅前提條件、前期嘅即係前提嘅指標，所以話大家唔好諗啦。跟住我哋再講下啦。馬鞍島，講下中山市政府。我想講嘅就係喺中山呢座城市，我都生活咗好耐啦。確實係一個生活節奏慢，人口密度冇咁高，建築物冇咁密集嘅一個區域嚟嘅，好適合大家過嚟養老嘅。但係如果你呢個城市要發展，你得唔得發展得好啲呢？大家而家如果有長期了解中山嘅狀況嘅，都知道中山嘅話成日都諗住話搞啲咩新城搞啲咩新區馬鞍島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翠亨新區 OK， 跟住嘅話咧，而家又搞緊啲乜嘢旗江新城啦。我哋講緊咧踏入考罩時期，又話要搞啲咩南部新城即係神灣、三鄉、坦洲嗰一帶去到北邊啦，即係咩南頭、黃埔嗰一帶咧，又話要搞啲咩北部生產區咁樣嘅。中山一個豆腐潤咁細嘅地方成個廣東入邊咧，如果你要講佔地面積嚟計，最細就珠海，倒數第二咧就係中山啦。一個豆腐潤咁細嘅地方，你搞成4-5個新城、4-5個新區，仲要係冇一個搞得正嘅，咁你喺度搞緊啲乜嘢咧？即係你政府咧每日咧瞓醒咧就發開口夢，
眯埋眼咧就畫個大餅嘅。你基本上豆腐膶咁細嘅地方係唔需要咁多身軀嘅。你偶爾你間唔中有一兩個，跟住你俾心機搞，你每年嘅財政收入你就專心掟入去嗰一個身軀去搞就得噶啦。即係你譬如話你要搞旗杆新城嘅，你就唔好搞啲咩南部新城啊，又搞啲咩翠亨新區，你就將每年收到嘅錢你就掟入去旗杆新城，去專心去搞嗰一個區，搞掂呢一個啦，再搞另外一個，而且你每年嘅財政收入就得咁啲啲，你搞得到幾多個新區啊？咁所以話而家好似馬鞍島呢一度，你想搞嘅，你搞好啲，冇話你搞正呢，可能要20幾30年之後咁好似我哋而家呢一批年青一代啦，個孫都出世啦，個新城都未整好。咁所以話其實講到呢一樣嘢咧，其實就越講又係越講越大聲嘅，即係越講越氣憤嘅，即係揼呢個城市唔抵啊！你明唔明啊？你要搞啦，唔好僅限於畫大餅啦，因為你每逢你畫個大餅出嚟咧，就會俾啲發展商啦去炒作炒完再炒，炒完再翻炒，炒埋隔夜飯出嚟，就好似而家你起緊嘅呢一個中山城際咁樣，唔係中山地鐵啦，又係俾班發展商俾班 agent 去炒。我睇下呢一啲所謂嘅城際上蓋嘅樓，等佢整完出嚟之後會唔會升值？我而家已經預測咗噶啦，我就話唔會升值嘅，大家敬請期待啦。好啦，咁今期影片咧，其實就到呢度啦，因為咧就想講下啦，我對於馬鞍島一啲個人嘅睇法咁我就唔去分析乜嘢而家馬鞍島嘅空置房係幾多千套啦。去踩佢啦，有幾咁庸庸難難啦，去踩佢啦，幾咁荒無人煙啦，咩投資墳場呢一啲，因為我相信呢一啲片咧，呢一種類型嘅片咧，喺 YouTube 上邊已經泛濫晒啦，已經拍到爛晒噶啦，所以咧我都係比較想拍啲唔同嘅，想講下啲個人嘅見解。好啦，而家咧個天咧已經係光晒噶啦，我都去搵間早餐檔食一個早餐。如果大家咧對於中山有啲咩屋苑想了解嘅，或者對於中山嘅生活有啲咩點大家想詳細了解嘅，歡迎喺下方嘅留言板進行一個留言啦。今期影片咧就到呢度啦，我係最中肯唔黑 sell 嘅阿 Ken，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